台南市警察局伫11个所在加设科技执法，即马1个月的劝导期咧要结束，明仔载2月23开始就会正式来开罚单。警察局是表示讲，伫即个科技执法开始设置了后，即去年发生事故的比率就比前年还阁减20%，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。 在等旅客的车主，毋若车停在红线顶悬，车顶嘛看无人影。这是台南高铁临时载客车道，因为吊车停足久，顶掉咧。技术家才设科技执法来处理，就算1个月劝导期，嘛是袂少人照常违规。即阵23开始，台南新设的科技执法就会正式开罚单。在地民众有无共看法？有人认为市府爱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才妥当。最好是卖啦，因为啊无你就爱拣时段啦，就讲上下班时段啦，还是啥物话，啊你若普通一般就对啦，你就无重要的时段就对，你根本迄就方便就好啊。蛮赞成的啦，对，因为这也可以减少人力嘛，然后也可以有效的去管制这个车流。除了对酒停的违规车辆加强劝离的以外，那这段期间我们总共取缔了13件。 镜头刷来永康中华路甲中央路口，这是110几年科技执法开上济所在。主要因为车流量大，人口嘛较济。经过警察局统计，去年科技执法拢总开9万多张，罚金计共超过1亿外。确实，去年事故比率平均年降20%。这个警察局嘛加增加11个所在来设科技执法，各路段执法项目嘛拢无共款。选择伫大一路口去做科技执法，其实拢会根据咱的依肇事路口的 高低啊，甲伊的违规特性，袂讲为着开单来做开单的动作，阮就是要为着降低这事故的发生。另外有民众烦恼讲，科技执法敢会有开唔到的情形，警察局回应，因后台拢有人工会去系统做审查，确定违规的事实才会开罚单。警方也是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交通事故再发生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